你哥哥做，他个项目的粉丝蒙博有的，有的弄的家中教的的，家我你可以也在根本他妈的了，人同干的也是怎么的了，人同干的也是上的给自己，才弄了包巧去这头呢，哦呀，离个钱不进，你真是有，到人可我你巧个呢，那把他妈个那个地里打的推了要你，等你眼这个他联系起啊，接对么设计么个，全啊接对设计么个，他妈个来了，关注你的接入中的，他妈个那个干到那个去的，给这关注的结果的话。不要你妈了，走，赶紧去，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看着狼要什么干嘛，我们才对么嘛的，不要你妈了，走，他开的就这样嘛的，我要走就他的，不要你妈了，走，可是钱用的，他妈个那个被查西他心不他嘴啊，看你哥哥走，我走就他的，你妈了，走，直接倒可没有生气的，没有生气弄了，等你我家常面对装么嘛姐啊，家常面对我嘛姐啊，家常可干到那了，开始，闭麦，杀！所有的大哥大姐们杀！你妈了，所有的大哥大姐们，欢迎给我点赞，加油！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一起种出一把，现在是加成双倍，看你哥哥做，打的是总榜，不是榜式，打切群这样的从哪干来跟他看了，看你哥哥做，别你妈了，从打的是总榜，所有的大哥大姐们，打的是总榜啊 ！OK， 暂停，现在大票抖音以后加量话，现在不用上，抖音以后私人飞机现在不用上，抖音以后私人飞机现在不用上，现在是热气球墨迹，保时捷有的话现在上，兄弟们，热气球墨迹保时捷有的话现在上，其他大哥大姐们，私人飞机抖音以后有的话现在不用上，打麻将啊，弄着破机都抖音以后都是打麻将啊，你们那吧，打家常可看了，从嘛个都在记者走了，看着了家，你妈了从。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打关键的阳光可在，芒果可冲，你的看那看菜的样行，你们那吧，你的看那看菜的，打眼子干嘛吃俺都不能吃等的，这个前些年去门个嘞，从嘛干了个家常的引起面，连续走了，你们那吧，家长东部的你把三把一万俺把猪把东把几把给我接吧，这叫你接上叫俺个丫头干菜个的，不要你妈了，从你粉丝人的拉我，粉丝拉我就那个穿的，黑面对面同学联系阶级越南的面南的钱那把不满着啊，他关注。结给这家不了，关注节奏。现在是兄弟们，一人一个保时捷，干嘛吃鸡都主动找自己个这个一人一个保时捷，兄弟们，一人一个保时捷，加油！帮人的帮是嘛的，帮没得这个保时捷的加油去都加成卡了，没得这个保时捷，加成上，加成没得这个保时捷，问的加成的连装么干都，加成的马连咋的，等你儿子开了希望有嘛，加成的引起面你连子走了，私人飞机有的话现在上，兄弟们，私人飞机保时捷有的话现在上，私人飞机保时捷有的话现在上，兄弟们加成，私人飞机保时捷有的话现在上，兄弟们加成，别你妈了，这加成吃几多都给这个你们弄吧，打入保时捷，私人飞机上保时捷你。保时捷个找自己都从嘛干了个都在记着去都，有没有同意以后现在关键上，你妈了，从的家长的引起明年连着做给他家长，感谢大哥，谢谢大哥送来的同意以后，家长连天看你哥哥做的同意以后这个家长连在这打碎麻将，打麻将，保时捷热气球私人飞机同意以后就有那家长看了娘比接着，看你个家长这样是个3、2、1，杀！大家有那从嘛干了跟他看，叫所有的大哥大姐们守住他！所有的兄弟姐妹们一起种出一把，动员以后私人飞机有什么上什么，兄弟们守他！一起种出一把，所有的大哥大姐们，现在是加成双倍，兄弟们，加成双倍，一起种出一把，守他，兄弟们！守住一把，不要你妈了，做干的能看，等你看了这个所有的大哥大姐们一起种出一把，谢谢大哥，一起种出一把，兄弟们一起种出一把，现在是加成双倍，守他，你妈了，坐私人飞机动员以后大的小的中的有什么上什么，兄弟们有什么上什么。所有的大哥大姐们，现在有什么上什么？感谢大哥，差距不大，几把爬上不做大，但你妈了做我的，现在上，这节上都交给你，打7、8年级装模有嘛的，现在上，再有没有动员以后讲点话，兄弟们，
所有的大哥大姐们，差距那这么个大葱嘛干了个私人飞机借用呢，现在啥兄弟们，最后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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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最后收他，所有的大哥大姐们，最后收他，最后收他，最后收他，只有30秒，只有30秒，只有30秒，葱嘛干了干的看了，守住些，守住些，守住守住，一起中出一把兄弟们，最后收他，最后收他。家们家是家偷他走的，你妈了，最后收他，最后收他，这节省的交给你，这节省的交给你，收他，兄弟们，收他。一起收他，一起收他，一起收他，最后收他，最后，再有没有同意以后的大哥大姐，感谢榜一个，谢谢，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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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守住他，守住他，守住他，一起收他，一起收他，嘉年华绝对有对面，绝对有嘉年华，加下嘉年华接着收他，收他，私人飞机保时捷，私人飞机保时捷有什么杀什么，兄弟们，收他，收他，几把爬松不是，他接咋的？再不用上，再不用上，再不用上！哎，偷他走他，你妈了，这破费了，破费了！赶着去，赶着去！再不用上，再不用上，大哥，你偷他走了，俺感觉装不在去，别你妈了，就在去。6700多个人，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破费了，破费了，公道些，别你妈了，就公道些。这几顿都年你推不推了？嘉年华加不来最后的呢，讲我来吧，最后的呢，总把这么样，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充满用满了，多工个 PK 阶级的做农的每天压榨根本和人工个钱的，点了可能公菜个兄弟们娘公平的娘把他说，俺都门这里个几次要公平进着就呢，这个每天呀多工，俺这个他不接下来的，他不点了，人工给你加人，不点了，公加人人，不点了，公加人打不的这啦。不求的这边个这茬跟不一样，什么那吧？我你得讲嘛了，各个来的，这可是压榨根本设计的，求的这边这这弄的这茬压榨根本就够那不按东不了，我们家里面的连么里连里嘛的个逻辑，但你不让人人生这样着嘛着了，不是了，我们俺这边呢连嘛的这里个，你多工的吃着个没电呀什么那吧？你这样，那个港赤，我呢，我把我的地址发给你，你把你所有的虫草先寄到我这儿，我先给我的家人们把关，没有问题，我再给我的家人们挨个寄过去，你寄给我就行了，好吧？我肯定寄给你，我这个衍生虫草是什么样子的，我好好简单的给你讲一下。好，录屏家人们，到时候不一样的就找他。就是不像人工虫草一样。人工虫草就是人工虫草，衍生虫草就是衍生虫草，假的整不了，真的假不了，对不对？录屏。哦，假的整不了，真的假不了。衍生虫草就是很辛辛苦苦，一根虫草很难找，很难找，真的。所以就我今天晚上给你寄的虫草就是巴巴适适的最好的虫草，一根虫草100块钱，100块钱。好。那个虫草大小和虫草大小看价格，对不对？对。我们一般的虫草，这个上面有的话，一根虫草50块钱，现在的价格，现在市场的价格就是。你的虫草能上小黄车吗？我的虫草现在不能上小黄车。你能不能加橱窗？我们这边衍生虫草还没开始。没事儿，到时候你开始的时候，我让旭日哥给你加橱窗。到处地方都开始了。好，就是我们吃的好的话，如果质量什么各方面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家老大旭日哥加到他的橱窗里面，可以帮你宣传一下。一根肯定有，一根虫草60块钱也有，50块钱也有，70块钱也有，感谢头发哥， 80块钱也有，100块钱这个是最大的虫草。好，最大的是不是？我最大的虫草就喜欢最大的。好。虫草就是为什么价格贵呢？它的羊大得很。知道吗？它的什么大得很？营养知道吗？营养。哦。它的营养大得很。哦。所以就是价格贵。哦。我说普通话不怎么标准，但是你意思知道了就可以了，知道不？知道，明白。营养价值大，对身体特别好。晚上熬夜搞直播这样的话，我们一根虫草泡起来2天可以喝，对身体特别好。好的，行。所以就是价格贵。现在我们市场的价格，昨天晚上和前天晚上我就打 PK，
谁输了买虫草，这个是大虫草，我们买不了，现在钱很少，所以就一根虫草50块钱，这是一般的虫草。就是你给我们寄过来这个虫草，就是我们都觉得很好很好的话，我们帮你多宣传宣传，帮你往外推广推广，好不好？我给你寄10根虫草，寄完了以后，你可不可以出一个视频？这是另外的价钱，你再单独再给我寄10根，我就给你出。对，到你手里的时候，可不可以出一个视频？你这样，我的意思是，这10根是 PK 惩罚嘛？你再寄10根，我就给你出视频，好好给你宣传宣传。没问题啊，你寄20根，好不好？你好好宣传我们藏民族的这个没问题，寄20根来，我好好宣传。野生虫草好好宣传一下你。没问题。哦，可以，杠杠的，必须的，20根。给我寄20根。好，大姐。寄的是没问题。到这边的时候，这是真正的野生虫草，一根虫草100块钱。人工虫草和野生虫草根本就不一样，你就好好说清楚，出个作品。好，没问题。我现场吃一根给大家看看。人工虫草再好也，根本就没有100块钱的，根本就没有50块钱的，根本就没有30块钱的，根本就没有20块钱的。说的对。感谢大家的关注。今天晚上我输了，我可以寄10根虫草，10根虫草我送你，你就好好宣传宣传。这边有一个说汉语的普通话很标准的，有一个，我把他拉进来，他给你解释3分钟可以吗？可以。没问题，来拉。谢谢大家的关注啊，谢谢。来给大家发个福袋，谢谢各位节目的支持，谢谢。OK， 我说汉语不怎么标准，所以我害怕我解释你听不懂的话，有点麻烦。所以这是我的表弟，你好，弟弟。他是一个大学生，他说汉语没问题。他多去等着怕做过来的。家门里什么专门有来的。什么有几天那个家长的。俺做偷工个伢子根本得懂。没事伢子根本就你咋玩你呢？你这个呢，哪啥看个人做个了，写个了，还搞的，你这就马上有了嘛的。没事伢子根本就做么就他记得搞把做里做个呢，你谁写了嘛的？家家唱到通把些呢，可对个这个团的错些呢，罗都学的。一那用就可是当嘛的，怎么的。等会儿你们俩是不是把我们给忘了？我先说藏语，给他弟弟说一下，他给你说翻译可以吗？那可以，我以为你们俩聊天把我们给忘了呢。不会忘记，你给他5分钟机会，我没问题可以寄最好的虫草，寄你20根虫草，你到时候好好宣传。怎么的当嘛来就嘛的，当嘛的怎么来就了嘛的，阿么的。这是藏语可能。偷工个伢子根本谁就这个，这把桥比高干的嘛，都当弄要比个帮忙嘛的，阿么的。多的呢，他就个当边来别个当边做这些的个嘛的，给家等到多了的可以，偷工个伢子根本谁就这个每个直播了，抗有子的、拒有子的、偏头有子就有来做个了，还高的。没这伢子根本这个直播了，就有来你搞嘛呢？给家点把瘾，他就得给家多点的家么了怕血，等你不做个人痛瘾的，接对了人痛就还搞着是。好，差不多了，可以用普通话翻译一下吗，哥？我哥的意思就是你们2个今天打了这场 PK， 然后他输了，然后他会给你寄一个虫草，寄10根虫草，然后1根是100块钱，但是这个100块钱的话，对于一个好的虫草来说的话，还是就是买不到100块钱，花100块钱买一个好的虫草的话买不到，然后就是我们。这边人工虫草跟野生虫草有很大的区别，因为是人工虫草的话，它是1年4季都可以用植物来种植的，然后野生虫草的话，就是我们1年4季里面就是只有夏天1个月的时间，采挖的时间，然后就是这个对于人的身体来说的话，就是这个是野生虫草的话，它是药材里面是最好的一个，就是现在很多这种就是国家。生产这些药材方面的都是认可的东西，然后它这个呢对人的免疫力是增加，而且不容易感冒，就是
畜生的，还有就是连上这种就是彩妆之类的话，就是反正就是野生虫草这个对的这个各个方面都是特别好的。然后现在是人工虫草出了之后呢，就是野生冬土夏草就是价格是打下来了，就是因为导致我们藏区的很多农民的生活质量就是越来越不好了，所以我们就是宣传这个事情是，第一呢，它是对人的这个身体有好处；第二呢，就是我们也是宣传我们很多的这些产品，就是它是高原上的。好，明白。今天晚上请问那个格格家小哥哥啊，今天晚上就是咱们要寄的这一批20根虫草是哪一年的？你喜欢今年的我可以寄今年的，你喜欢去年的我也可以寄去年的，这个看你自己选。旭哥，你喜欢哪一年的？喜欢今年的还是去年的？你喜欢去年的话，我给你们寄去年的，然后今年是还没有开始采挖，然后过段时间才5月初开始的。然后这个就是你喜欢新鲜的这种的话，也可以就是今年的那种可以寄给你，这个你可以就是选择的。但是我们5月初今年的就下来了吗？对。如果你喜欢今年的那个的话，那就我给你寄5月15号和16号左右，我开始给你寄。去年的也行是吧，旭哥？那咱们等到5月15号，要今年的还是要去年的呢？这个看你。今年的话比较好，我就觉得。那你喜欢比较怎么说呢？3把做的这做热去年的好，那我们要去年的，去年的就行。去年可以的话，我就明天后天我回老家，然后我现在在西藏拉萨，知道不？拉萨不是我的故乡，我的故乡是西藏昌都江达县登口乡。我过3天就回去。去年的虫草20个最好的，1根100块钱的那种虫草，我可以。好的。刚才他说的那个说话是声音有点口味小，你听清楚了没有？你的家人们我听得很清楚，我们都听得很清楚，讲解的特别好，很清楚。你们现在任何平台上面都可以搜的，就是豆瓣也好，抖音也好，任何平台上面都可以搜人工虫草和那野生虫草的区别，怎么分别？然后就是人工虫草和那个野生冬土夏草，我们完全是无法阻止不了是这个人工虫草，但是我们希望它的价格能分别清楚，它的真和假分别清楚，它是真的是真的，假的是假的，这两个肯定有价格区别。他们把那个人工虫草当成野生虫草，然后欺骗销售者们。所以说很多人觉得，内地的很多朋友们都觉得野生冬土夏草对人的身体来就是没有什么好处，但是他们吃的都是假的，肯定是没有好处，对不对？如果他们吃到也就是野生冬土夏草的，那绝对是1根、2根、3根都有，对人的身体来说的话，就是很明显的那种。所以说我最后一个想法，短的不长。都弄的说切做内地人对，如果了偏头个切的不得啥的说的对，可是。就有这个啥呢？对干嘛子？就没这个啥呢？对啥嘛子？7、8年就有嘛的，就真的就不知道。就是很多内地的朋友是吃虫草是为了就是保养。对。然后呢，就是他有的很多人都是他就是买便宜的，那便宜的没有好货是对不对？他就是买对人的身体就是真正想保养的话，那。真正去买一个这种野生冬土夏草的话，对人的身体来说的话，就是有很大的这种明显的那种。因为我看到过很多内地的朋友，因为我身边有很多内地的朋友，他们都特别喜欢吃虫草，然后身边的很多朋友介绍吃虫草是真的有好处。然后就是前天我在义乌遇到一个就是朋友，他说我给他买一个那种1到2万块钱的虫草，那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了。因为他说他买过，他买的是假的。他说这个虫草吃起来是没有什么感觉，那肯定没有感觉啊。他这个是海拔
海拔根本没有海拔的这种地方种出来的。那就是我们的野生冬虫夏草海拔5000米、4000米以上长的，所以说它的那个虫草的，我们藏区也有很多虫草，分别好的和差的、中的。它怎么分别？就是看海拔，海拔越高，虫草就越好。海拔越高，它的虫草就是越好，吃起来也是更好，卖出去也价格更高。对。台湾俺做市场个价格，他加到俺玩的最后呢，本真不了，公们俺其实不要求了，公们家里人就得把就。就是我们西藏的人也是，就是这个冬虫夏草，野生冬虫夏草的话，就是青海还有四川还有就是西藏这3个地方呢长的全部都是就是采挖的人都是特别辛苦的，就是不顾及自己的就是人身安全，不顾及自己的健康，早到晚都是特别湿的那种地方草坪上。就是跪着找着虫草，特别不容易。对，这个说的对，家人们。本来西藏那个就很艰苦的那个环境，然后这个深山老林里边又很危险，这个说的是对的。对，采挖虫草的期间还下雪下雨，无论下多大的雪，我们还去盼望着这个就是虫草去寻找。这么推荐的，没接受的，怕个装弄大家装么先做个子，这是对的。我们尊重那个农民伯伯们，不是农民伯伯，山里的伯伯们。吃根虫草也是希望对你有好处，所以说就是我们也希望你帮我们多宣传一下。没问题，没问题。简单的事情。谢谢。到时候那个港式的虫草到了以后，我第一时间出个视频，好好帮你们宣传宣传。必须的，今天晚上我们2个的直播间里面有这么多人，我记得是给你最好的虫草。我也不是你两侧的人，我也以后走的路越来越长，知道不？到时候我们都去买你们的虫草。万一这次我骗你的话，以后我的路没有。对，对不对？真诚交友啊，诚信，真诚交友。我这个是一个我们民族这边的一个歌手。今天晚上我跟你说真心话，他们对我特别相信我，特别支持我。我也任何人都不管汉族不管藏族，都是做的事情就是巴巴适适的。对。我是人什么样子的，什么样子好的，什么不用解释，你慢慢去看一下我的评论区里面，人家给我评论的什么样子的，看一下就知道了。等到你们的那个虫草啊，什么时候能挂小黄车了，挂橱窗了，我们都可以去帮你们宣传一下。不管是旭儿哥的橱窗也好，还是我以后如果说我也能挂小黄车、挂橱窗的话，我们都去帮你去宣传一下，好不好？好的，但是这个野生冬虫夏草能不能挂橱窗，我也不太确定。反正这个是就是我们我们要的就是那个人工虫草和野生冬虫夏草分清楚。就是它的，比如说我们在市场上面有很多就是一样的东西，价格不同的，因为它的品牌的那个就不一样，对不对？一个是繁出来的，一个是真的，就跟这个一模一样。市面上现在有很多大品牌都是繁出来的，对吧？就是假的，所以说就是野生冬虫夏草是真的，然后就是人工冬虫夏草是繁出来的。对的人的身体来说的话，就是也有区别，就是完全一个是没吃一样的感觉，一个是就是吃了1根、2根、3根都有好感。是的，人工的不要吃，家人们，那个人工养殖出来对身体其实不好啊，那个不要吃。对，如果说能真正碰到野生的话，真的是这个很难找这种机会。所以说，我们给港式巴登点点关注，家人们，给哥哥家小哥哥点点关注哈，懂的都懂，我也不方便多说，咱们懂的都懂，好不好？人家是西藏人，人家是藏族，不是日本话啊，哥儿姐们。对，人家说的是藏语，好吧？人家西藏本土人。我们有我们民族的字母，我们有我们民族的方言嘛，所以说就是我们西藏就是也很多人都说的不太标准，普通话说的不太标准。你们汉族人来西藏话肯定不标准嘛，一样。你们在西藏哪里？我好想去一趟西藏哎。我们2个是西藏拉萨昌都市，你听过吗？西藏拉萨昌都市。我听过拉萨。
我们的中国的大明星韩红老师不知道吗？韩红老师我知道。韩红老师的老家，西藏昌都市江达县登口乡。昌都市哦，那到时候我们要去西藏旅游的话，一定第一站就直奔你们而去。故乡就是藏族民族。我觉得真的说真心话啊，我们中国有56个民族，最善良的韩红老师，真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咱们都是一家人，都是一家人。我想学习韩红老师。是，说实话，这个藏族的同胞们啊，藏族的朋友们都是那种很淳朴、很善良、很接地气儿，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的心眼儿，也没有那么多的套路啊，就是很朴实，真的。虽然说我没有去过西藏，但是一直对西藏那边有一个很高的一个崇敬、一个信仰，一直很想去一趟西藏，虔诚的去拜一拜。随时都欢迎你到来西藏。然后就是西藏的人民都是很善良、很朴实。是的。看到你们，我就能感受出来，包括你们直播间的家人们，应该很多都是西藏那边的朋友们啊。你看，一直来我直播间，不停的扣屏，不停的点赞，不停的送礼物、点关注，特别淳朴，特别善良。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咱们也给港吃巴登啊，还有哥哥家都点点关注啊，哥姐们更值，对，更值。这个一西哲嘛，点点关注。一西哲嘛，他这个名字不是他的名字？这个一西哲嘛，这4个字我叫他的名字。这一西哲嘛，他给我起的。对。一笑卓玛。一西哲嘛，这是一个4个名字的时候，对我们藏族来说的话，很好听的一个名字，真的。但我也有藏族名字了，我叫伊西卓玛。对，欢迎你以后来西藏拉萨布达拉宫，美丽的西藏，美丽的风景，带你去。好的，说的我都想哭了。对，你们想学藏语也可以，我们正在教藏语呢，就是最基础的开始是扎西德勒。就是扎西德勒，对，扎西德勒。然后我们到了西藏以后，我给你讲短短的一个，不止一个冲仓，还有个藏巴、青稞、酥油，什么都有。如果了偏头不切的什么谁的这些呢？如果偏吧有那个什么蒙不就有那个什么蒙不啥觉得的。哎，那我去西藏的话，你能不能亲自带我去挖虫草？那你5月份来的话可以的。5、6月份去就可以挖虫草了。为什么那么高的海拔？太危险了，太危险了。对，太危险了。这个热看了，看了这种，根本装没有的对的。你爬山的话爬不了啊，就是。对，爬山的话爬不了呀你。山坡是太。第一个你爬不来，第二个你害怕那个高原反应呀。对，我第一次去啊，毕竟第一次去。我们真正的冲藏就是海拔4000到5000。对，4000以上，5000以上。对，5000以下。云南这边最高的就是那个丽江的玉龙雪山是4680，我就不行了。对，丽江有个玉龙雪山4680。西藏拉萨的话没那么高，但是采挖虫草的地方是特别高。也是我们很多真正的挖虫草就是不容易，辛苦的很多，就是身体不舒服的都去不了的。是的，那我得先调养好身，我先把那20根虫草吃了以后，我指定就能去了。没问题，这个我可以保证。是吧？这20个虫草，你任何人都不要给他们，你一个人1天吃1根虫草，不行，那10根我已经答应给我家大哥了，我能吃10根，剩下那10根可以吃。那我说不定。对，那10根已经给大哥。20个虫草你一个人吃的话，去西藏海拔高的地方去的话，没问题，这个我可以保证。那我先吃完10根，如果说还差点的话，我再从你那儿再买10根呗。可以啊。这虫草的话就是你不用吃10根，你吃5根虫草，我记得那个虫草，吃5根虫草，你自己的身体感觉一下嘛，平时感觉，对，感觉一下嘛，对，根本就不一样，区别大得很，所以就是颜色虫草那么贵，价格，
我就希望我以后不要做噩梦了。我现在天天晚上做噩梦。你做噩梦的话，你可以到西藏去，真的。到西藏就不做噩梦啦？不做噩梦了。我跟你说，为什么？不骗你，因为我不吹牛，因为我很多身边的内地朋友就是有这种，就是有心理困境的时候，就来到西藏，撞山撞水，就回去的时候安安全全的。我好想去西藏啊，家人们，好想去西藏。那你们能不能发个位置给我？我有可能说去就去了哟。没问题，没问题。真的。好。你第一次来西藏的时候，我给你拿一个结巴的哈达，我就唱一首这样的歌。真的吗？扎西迭来坡上走，阿玛巴中看卡松，您的那个瓦皮皮，您的那是瓦皮皮，扎西迭来坡上走耶。唱一首这首的歌。哇，好听哎，专业啊，专业，天籁之音。你是专业的歌手，你就是藏区最中心的就是拉萨，西藏拉萨。你来到了拉萨，就是你能吃到藏区所有的这些土特产，然后就很多宝藏的这些土特产，正宗的。然后呢，就是好像现在中国的西边，咱们就西藏那边还没有去，哥姐们。去年我们去的是新疆，去的是内蒙古，然后西藏其实这个地方一直都很想去，一直很想去，心中的一片净土，就是特别崇敬的信仰的那种净土，一定要去一趟。西藏的地方长的那些吃的喝的那些都是营养的。真的。我的身边有牛肉干呀、葱草呀、酥油呀，那些都是营养的。直播间的弟弟妹妹们都说：“姐姐，能不能让他好好唱首歌儿？”没问题。大家说想听你唱首歌了，港池。没问题。港池是一个开心果，喜欢开心的一个人。但是港池没有声卡，只能清唱喽，是吗？港池。这个嗓子有的话不需要声卡。对对对。来，更能体现你的唱功能力。OK， 那我就唱一首我自己的原唱歌曲。好。天空爱你上，唱清唱。掌声鼓励。这是我自己作曲的。三的不要多讲，人拉讲这个哟，讲我拉你我只有门的爱你讲人，想着身边当着到来呀进去。是别你讲的，有的是别讲讲，人他这一个哟，这那些年可哟，门的是别讲的。人的这送去看你老三去拉手臂。是比阿你讲的，人难得讲几波也讲上干没一着，这心中个怕啥啊更如比怕真，然而这一昨天呢没不懂个真人。是比阿你讲的，然而这一昨天你没不懂个真人，是比阿你讲的，是比阿你讲的，就这样。哇。有家人们打出这首歌的意思了哈，大概的意思是雪山连绵，草原辽阔无垠。大哥送来了一个，谢谢旭日哥，感谢老大，谢谢旭日哥。
对，我们家的老大旭日哥。生意兴隆，万事如意，长命百岁，身体健健康康啊！旭日哥，谢谢。对，雪山连绵，草原无垠，牛马悠然漫步，人心淳朴善良，岁月安然静好，大概是这个意思，对吧？西藏的人就是这样，天籁的声音特别多。是的，是的，真的，不止我一个人，男的也有，女的也有，藏币纳契也好，玉树也好，西藏长度也好，日嘎子也好，林芝也好。到处地方的安多也有，康巴也有，到处地方都有，拉萨也有，天籁的声音多得很。是，看来旭日哥也跟我一样的想法，现在就想冲到西藏去了。家人们，你们想不想去西藏？哥儿姐们，你们两个来拉萨嘛？我们一起去，我带着我118的家人们一起去。可以，随时帮我。到时候我们联系嘛，加个这个跟称。海拔太高了，高健哥，你这样，你先来趟云南，在云南先适应一下，再去西藏，哎，这样子就差不多了。没事，直接来的话没事，真的没事。真的没事吗？真的没事，哎，有的也是你吸个氧气可以。对，带点氧气，完事儿提前吃点藏红花，是不是就好了？对，藏红花，虫草比藏红花更好呢，哎呀。对，有虫草了，我还吃啥藏红花啊？对啊，有虫草怕什么嘛？对，我把那10根虫草吃完了，我就去。还有到这边你可以吃糌粑，经常都有。还有就是糌粑的话，就是你们应该吃不习惯，它的这个就是我们很多学生都下学一回来，真的想着糌粑消化不了。所以说糌粑的这个东西是对身体是嘎嘎的，只要你吃习惯了，就是不容易感冒。嘎嘎的。嘎嘎的。嘎嘎好。嘎嘎好。嘎嘎好。哎，是不是最好自驾游啊？自驾去是不是好一点？318、317最好是自驾，因为自驾的话美景太多了，就是夏天的话。PK 输了，我唱一声。好 ，PK 今天我是输了。那这样。平衡式的。那这样，因为刚才啊，我们的好朋友港赤给咱们带来一首藏族歌曲。那我现在人在云南，虽然我是山东人，但是也在云南待了5、6年的时间了。我就唱一首云南的少数民族歌曲，也送给大家。必须的，谢谢。谢谢。打完了吗？打完了。我就唱一首《纳西情歌》啊，这首歌就是送给情哥哥的一首歌啊，就是每年到3月3啊，或者是6月6的时候，他们经常会唱的一首歌啊，云南丽江少数民族的歌曲。好听。谢谢对面的哥哥姐姐们的关注和鼓励，谢谢大家。咱们给港赤也点点关注，我觉得。这么一位好朋友啊，真是一种缘分。咱们都互相点点关注，哥哥姐姐们，谢谢大家。港赤，认识你我很开心。我也开心啊。还有格格家小哥哥，认识你们真的很开心。哥哥，你们两个会关系，他是我的表弟。啊，你的亲表弟是不是？对。到时候我们如果去西藏的话，真的第一站就奔你们而去。可以。没问题，是欢迎，真的没问题。在西藏算是有朋友了。对，肯定有。以后你来西藏的话，找我们两个。好。找你们去吃虫草。好，带着我118的家人们，我们一起去，好不好，哥哥姐们？好。咱们一起去西藏。人越多越好。越多越好，我们组团去。可以。我们不行，整个房车，整几个房车一起组团去。对。那你们路上来的时候注意安全啊。好。慢慢开车，慢慢开。但是我是个老司机，我不小心我就飙高速了。你看表弟听懂了，港赤听不懂。表弟笑起来好可爱。那位兄弟啊，你好，阿克苏哥哥。
好好，行，好的，祝你们一路长虹，越来越好啊！好的加油，越来越好。OK，越来越好帮助了您回关一下。好的，我们都已经互关了，互关了。好的，谢谢什么？谢谢祝你，一路好的，长虹。谢谢港池巴登，也祝你一路长虹，越来越好。我呀，马路。祝李小姐越来越好。我呀谢谢大家，好的，谢谢。好的。幸福快乐哦。好，OK，好的，拜拜，拜拜，晚安。拜拜，晚安，拜拜，晚安 Let's go. 晚安，Let's go。 Okay. See you tomorrow，拜拜。 See you tomorrow. I come to. Yes, okay.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Next time is not okay. Okay, yes. Okay, let's go. Yes. Okay, let's go. Good night. Okay. Good dream. Bye bye. Good you come to. Good dream. Okay. Bye bye. Yes. Bye bye.